咱讲到1945年掌政了后，国民党政府用武力伫咧各方面剥削着台湾人生存的空间甲权利，地主甲寡逼民反，造成1947年的228事件。当然，民间怨声四起，毋是单纯的一个理由，伊其中是包含错综复杂、非常多种的理由哈。讲到中国政府对着民间伫咧经济上的抢夺，互咱受到真有愧。本来台湾出产米、出产糖，迄是真正做甲有通好卖，食甲真正会溢出来、水出来。但是竟然伫咧中国政府接收了后，一世过无米通食，无糖通用。这拄则洪老师有甲咱讲过啊。但是其他的这个民生需要的物件，是毋是原来共款造成这款文明？当然啦，共一个政府啊，伊所统治之下，会使讲滴水不漏啦。算讲敢若水银共款，有空伊就会入得到啊。是，所以你甲看觅啊，参如讲台湾的生产的这盐呐，拢是互当时台南盐业公司咧统一管制，伊是咧负责买卖。照你讲开，应该你向民间买盐嘛，都爱互一般的人民啊，有法度通过安尼度一个暗暝啊。是，但是问题因用真低价销甲买来，了后才用真悬的价销甲卖印上，你赚差价啦。举一个啦，政府向盐户啊所收的这款叫价销是每吨11000块的代票。11000块。是。嘿。等甲伊卖出是76000块，你看差有大尾无？惊死人！安尼一年等于趁偌济，你敢知？对啊，当时台湾省一年有法度生产盐20万吨。安尼你甲想看觅啊？台盐公司啊，一年通少按做盐的这百姓来对啊，票头130亿的代票啦。惊死人！你看有好趁啊，无好趁就对啦。有啥物生意比这较好趁的？是啊，另外你亲像讲土炭啦。土炭伊就设置叫做石炭调整委员会，来甲管制。限制民间你生产的土炭，伊都袂使卖别人，拢都爱卖互官方啦。你甲看，每吨的这土炭，才收买的价销是5500块。等国民党政府甲三股上海这个暗盘搭甲一吨5万块啦。每个月运去中国的这土炭平均有5万吨，一年啊。这当时的政府就有法度趁250亿的代票，这会使讲是暴利加暴利啊啦！是惊死人吼！还有一个资料记载吼，这是美国记者伊发表出来，就是讲，迄当阵联合国救济总署甲土炭吼一吨是5块外美金，卖互台湾国家的燃料委员会，但是了后咧，每吨以130块的美金吼卖来乌市的。佮有甲12万吨的肥料，一磅是8块，是转手卖来乌市的，一磅变160块。晓趁啊！就算讲捕鸟过河顶啊爱钱啦，但是未免这个工吼伤贵啊。敢若咧捕一个过河顶内底，敢若土炭就趁25倍啦，敢若肥料就趁20倍啦。我这有影挑甲肥水水啊！迄当阵有一个笑话安尼讲。讲上海的人吼，鞋仔若歹去，找无这修理皮的师傅通修理鞋仔。为什么？遐个人拢走来台湾啦，有诶做官啦，有诶做生意啦，都逐个挑啊肥水水。虽然这是一个笑话，但是包含着咱台湾人太侪心酸咧。是，所以下时阵啊，到尾啊，咱知影讲，当时统治台湾敢若1年外的时间，台湾的物价啊，平均差不多起。100倍左右，你甲想看嘛是安怎起遐尔悬？除开伊北社以外，就种无钱就开始印运票啊啦。听讲，这个1945年8月的时阵啊，日本迄阵啊，代票的总发行额是差不多大约是14亿3500万就对啦。但是问题，当时一个统治台湾无到2个月吼，就已经吼。发行28亿啊！甲1947年的年底，规个台湾省总共发行这旧台票啊，171亿啦！你甲想看觅啊？迄会使讲运票家己印的啊
尽量都用就对啦。啊，就是安尼，这造成民间这个物价大膨胀，是啊，通货膨胀啊。啊，因为迄阵啊工厂拢去互遮个土委政府甲原料卖意送啦，机器甲卖意送，啊，煞无迄个生产的资金啊。是。啊，无生产资金要安怎款？等于讲无要紧啊，即个印刷机家己操纵的啊，要印偌济就印偌济啊。所以舞到尾的时阵啊，受到即款的滥发纸币的影响啊。规个台湾，不管是米啦、糖啦，啊，讲你讲的肥料啦，甚至连番仔蟹，拢已经起毋知几十倍、几百倍以上啊！啊，所以地数甲尾啊，不但人类啊，连天灾也发生啊！哦，天灾人祸社会来嘿。咱知影讲，在即个日据时代的时阵啊，一寡少传染病，包括讲可乐啦、即霍乱啦、天花啦、鼠疫啦，拢已经是绝迹啊呢。但是问题在因统治这1年外的时间内底，这个天花再度发生，而且听讲5个月内底死亡率啊，达到38%啦。啊，这可能啦，这霍乱啊，在1946年按宜兰发生，哇，啊，就传染到台北，甚至南部、新港啦、台东，到处拢是啊。咱台湾人若咧形容讲生活歹过，拢讲哎哟，无米兼润味。实际上即马比无米兼润味，毋知阁加几万倍痛苦。用诶讲是准破犹豫对头风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实在是惨甲有看。若要以食米来讲，一向生产米粮诶较南部诶所在吼，是比较伫食米较量上小块。但是迄当阵地方上诶报纸有安尼伫咧报道，讲尤其是高雄地方诶米价，每一斗已经起价280块左右啊！这艰苦的百姓叫苦连天，生活无在条维持，非常的艰苦安尼是吼啊！嘛定定看到路上有人枵死，定定看到路上有人枵死呢。除了讲卫生条件歹，逐工有人病死，也有人枵死，咱可见讲迄当阵逐个生活是何等的痛苦啊！是，所以人咧讲吼。台湾钱阴卡目啊，但是在党羽统治下的土委政府吼，即款的名言是无可能会发生的啦。哦，台湾钱阴卡目表示讲你都若要讨趁啊，袂去艰苦着。但是根据统计，迄当阵吼，失业的人口上保守估计讲30万的人口啦。是，30万人口就等于讲20个人内底有一个是失业的。咱搁来想讲，日本时代。有5万外的技术人员，因朝拢有工课做，但是一直到2028要发生进前，这5万外的技术人员剩无一成是机关咧用的。是啊，因为讲一年内底5万个技术人员，留差不多5000名，还阁有头路嘛吼，所以差不多5万个左右就是无头路啊。你看迄当阵，逐项咱拄则分析过啊，是起定几百倍以上哦。但是因呢，不但讲毋是生活维持伫咧较早，甚至连头路都无，收入拢无。安尼你讲，人民百姓日子要安怎过？所以台北市啊，即个时阵就发生真严重的示威啦。是安怎示威咧？是因为大家无饭通个食嘛。粮食局每工虽然供应1000外包的即款平价米，但是已经袂赴啊。每一个平价米的配售所头前拢是人山人海安尼，定啊。因为无饭通个食，台北市民才踮咧1947年2月中旬啊，大家就开游行示威。示威的内容就是讲要求政府一定都要做到以下几点：第一，就是要严禁囤积米粮；第二，爱互米粮畅通；第三，查集走私；第四，并压粮价。一四季都有人演讲啦，有人发传单啦，但是内容一致，大家拢伫咧话，阮要米粮，阮要食饭，阮要生存。哎呀，这真像历史上我会记得1789年的时阵，都发生这个法国大革命啦。而且法国大革命的时阵，嘛是因为法国人无饭通个食，因毋则开游行示威。因发出来口号，甲228事变以前拢同款，讲吼我们要面包，我们要面包啦。这你看是毋是讲人民已经逼
甲安尼走投无路，伊无造反，这就无公道甲正义啊嘛。上严重诶，就是伊无才调生存啊嘛。是是。你啊看即个饭，就是倒边一边是失，正边迄边是反。伊若巴肚袂饱，伊就反。是啊。你若互伊会饱，伊就袂反啊。对。所以讲，即款为着食饭立起来革命诶，应该无国际性啦，无分啦。到处各国拢共款就对啦。是。伫迄当阵，民间佫另外流行一首诗歌，叫做《五天五地》啦。安尼啊？嘿。内容是啥物啊？内容安尼讲，美机轰炸惊天动地，日本导航欢天喜地，贪官污吏花天酒地，警察坏霸乌天暗地，物价飞涨呼天唤地。即个有天有地。安尼讲是，这一年外来，台湾人民因生活诶描写。是，我会记咧吼，1776年啊，是美国独立战争诶一年。美国为了要对抗英国，因就发表一个叫做独立宣言。独立宣言。是。独立宣言内底啊，有写了一句话啦。这句话就是讲人界生而平等，均由上帝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权、自由权甲财产权。伊认为讲，一个政府应该都要保障人民这三种天赋人权。换阵政府无来甲保障，反倒转来过来甲破坏的时阵，因认为人民绝对有权力来推翻政府，用革命的手段也无要紧就对啦。咱来甲做一个比较，自从1945年中国政府接收台湾了后，伊不但讲无保障台湾人民的性命、自由、财产的权益，连一个人要活落去的机会都讲剥夺啦。难怪最后台湾人民历这遮尔多不满怨愤，历这共同的受气，伫1947年将伊写下了台湾历史上惊天动地一页，就是伫1947年所发生的228事件。1947年2月27號的早起啊，台灣省傳媒局有設一個叫做祭司組就對啦。祭司組，這就是專門咧掠走私的。走野物啦吼。伊就接到一個密報，講有一台船啊，拄按福建還是浙江這方面的要來台灣。因為內底攏全是一寡這款私分啊，要踮咧淡水港落下，拜託個祭司組的人員較緊去掠就對啦。當然有這個消息，都要趕緊採取行動。是，所以傳媒局得到這款密報，就派業務委員會的這個科員或者報學通啦。除了這報學通，另外專員葉德軍，還有其他像講鐵生夫、張延洲、趙子健、甲劉超群，攏總6個人要去掠私分。是，其他還有4名的警察大隊的這警員，甲密個人鬥陣要去淡水去看到底是毋是事實就對啦。咱知影講台北甲淡水若講過去迄陣的車，至少嘛都要駛差不多1點鐘久的時間啦。但是這個人員到淡水港的時陣已經是迄天的下晝。效率哪會遮爾慢？是，敢毋是拄則講一透早就接到鳥爸密報啊？因到淡水要掠私分，已經是當日的下晡到底其中必有緣故當然，咱討想者有當陣通風報信會需要時間啦。是啦，所以是安怎在這個228以前真濟人對這掠私分的這當中的這人員真討厭就是安尼。為什麼？真簡單你若叫人賣賣私分，你就去港口去甲遐個走私的船攏甲斷絕的時陣，私分無你來，自然就無人賣意思就是講，實際上因掠私分毋是真積極，就是放目。放目，或者私分留入去烏市的，因走去烏市的遐去掠，安尼比較，
落地啊，较会饱了是啊。因摕着这师粉，放喺家己的落地内，无偌久，搁甲送去乌市的买卖就对啦。人咧讲，若上恶一个是一只牛放双顶皮，因这一包粉是转手卖几啊摆安尼。是，所以是安怎人大家对讲掠师粉呢？这真恶感嘛，有迄个原因就对啦。当然啦，咱头拄也讲着，本来1点钟久的车程啊，因竟然都爱驶呢，几落点钟久，甲下晡才到就对。淡水港确实是有影有一台船啊离啊，但是因去查，敢若查着讲5箱的即个粉，人就问讲村内遐粉走去倒去？有着人甲讲吼，拢走去吼，即个天马地房，就是圆环遐附近的所在。因为过去啊，在日本时代的时阵，美国倒来飞行机吼，甲城内就是遐营顶遐，还是即个西门顶遐，炸甲拢油糊糊啦。就是敢若太平顶，你讲的就是日本时代才叫做太平顶。是，就是延平北路即条路就对啦。这太平顶的所在还佫保持完整，就是讲无飞行机轰炸，所以这个所在特别热烈。足热烈咧，因为咱走私的货啦、外国货啦，拢踮咧遮里做买卖啊。因当然会掠师粉，因就知影讲倒一个空芳，要去倒掠。所以真简单啊，目标正前方啊，就去迄个上热烈的所在。真有可能就是一寡小摊贩在卖薯粉遐，就是咱拄则讲的这太平顶，即马圆环延平北路遐附近呐。是，去遐炒稳有的啦。对，所以迄个时阵南京西路有一个地房，叫做天马地房啦。这话足出名的。是，天马地房真侪人吼，即马咧摆薯粉啦。下时阵啊，因就落车开始去掠人啊。因为这流动摊贩啊，看到讲好这警察拢用来啊。大家吼走甲里裤骹去啦。这个情形，伫当初太平顶的所在，用个讲足舒常的啦，所以附近这商店甲这流动摊贩因中间已经培养一种默契，还是一种台湾人真互相帮忙的感情，就是讲警察若咧掠薯粉也才卖薯粉咧，安尼一包开咧，附近的即个商店就真好咧，讲来内底味者，安尼是共款。报下头因一家人，伊即马咧掠薯粉，逐个安尼走甲溜尾仔直，独一个查某人，伊走无去，报下头因一家人撞着。即个查某人毋是别人，正就是228的导火线。叫做林江麦，伊是一个40外岁守寡的查某人。伊是安怎今仔日会遮歹运？逐个拢走会离，敢若伊走无去，互报下通因撞着，因为查某人软正，佫爱担当着一家人的生活，身体也虚弱，上食力咧，身躯边佫带囡仔在做生理，所以动开，行动根本就袂紧呐。即马互报下通因撞着了后，林江麦是安尼，会哭甲袂哭，会求甲袂求，讲大人啊，恁了解我即摆后摆我毋敢搁卖薯粉啊。因为边仔围足济人诶嘛，迄当阵嘛，逐个缀咧甲请求，讲伊生活足艰苦诶，伊作物足可怜诶，恁了解伊即解啦，了解伊即解。但是讲敢若恁咧讲咧，听着我伫听。面前即几个大人坚持啦，讲公事公办啦，这物件拢爱没收啦。林江麦到尾想讲无安尼啦，这薯粉无恁摕做恁摕，但是讲袂叫判来这粉是我呢一4月共借钱来做米买的恁这讲袂叫粉害我，佫我卖钱害我若无我一家人我就惨啊，我就无在条过日子啊。尽管讲林江麦一直要求，旁边的人再三再四咧帮伊讨保，咧好喙，也毋过报下头因即般人，敢若铁拍心肝，拢总无落软啊。林江麦到落尾是安尼提剑口，甲即个叶德军安尼做安尼3支牛咧，哇！煞颠倒互即个大人受气呢。叶德军就举伊庆功喊林江麦头壳。想讲要甲喊互伊放手就对啊！你甲想啊，这庆功是铁做诶，喊落去到底头壳是麻呢。马上当场林江麦废水也插滴啊！
河边啊，这林江麦查某囝吼，原来伫遐大声吼，囡仔吼，大人啼，但是旁边伫看诶人吼，拢掠讲啊，代志就是安尼发生诶。是。看着讲你掠书粉，今仔日掠甲安尼，掠庆讲共讲，好这足可诶。真恶质啊！咱之前有交代过啊，台湾人对着中国人已经累积太侪不满啦，所以即当阵情形真特殊。林江麦是互这叶德军甲讲一个分去吼，啊囡仔伫边仔伫哭，有诶人就真好心，赶紧将林江麦送去病院。啊，若关系即点，有诶主是写讲送到病院半中途，林江麦过身；有诶讲是过转工，林江麦就过身，也毋知倒一种讲法才正确吼。安尼啊，实际上真侪主所写诶拢算讲错误啦。哦。啊，因为我所研究诶即个历史诶记载啊，在1947年诶3月初8，为了要侦查即个案件，台湾高等法院就开一个侦查庭，啊，这侦查诶对象就是林江麦本身啦。哦。啊，你想看觅啊，伊若当场死诶时阵，尾啊哪有可能讲受法官过来甲审问？哦，有即份记录会当证实讲，伊既然都出庭啊，吼，就是伊这一定是本尊，毋是分身呢。是啊，是啊。哈，所以咱即摆即个事件过来又来到现场。当有诶人甲林江麦送去附近诶林外科了后，当场这台湾人迄个愤怒到极点，一个话拍是逐个话拍。啊是啊，因为即款诶情形啊，任何台人看到拢会掠狂啦。啊，阮和洪泽成在场诶时阵，嘛是甲因共款啦。无放伊干休啊。是啊，所以逐个都话讲啊，阿山啊实在有够阿爸诶啦。啊有诶吼，甲因话讲不答，有诶佫甲错就对啦。讲无论安怎，你一定都要甲分下伊啦。遮可怜诶查某人。哦，现场这台湾人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，但是报下统心肝来带一个，嘿，啊过去咧硬到敢若麻糍咧，好势好势，啊今日这是太平顶咧，敢若今日要铁机行共款，这台湾人哪硬变变啊呢？是啊，嘿，所以会使讲出乎意料之外啦。看毋是说，当然啦吼，人讲在进退是英雄嘛吼，哦啊，即当阵就36个走卫生啊。是啊。啊，伊就迄阵啊，看着讲淡水河边啊，人较少嘛，啊，遐走吼，通透动。是啊，这沿路走诶时阵，就经过永乐座诶戏院诶头前。啊，因为后壁入诶人太多啊，伊讲吼，无甲迄件袂使。开枪。啊，再甲开枪就对啦。想袂到讲，大永乐座诶头前啊，有一个少年家啊，大约他20岁左右，叫做陈文奎啦。啊，陈文奎吼，伊听到讲外口戏个桥到底是啥物代志安尼？怎打出河定啊？想袂到迄个庆记怎变做着伊诶倒手边诶刑砍啊！讲起来是真冤枉啦吼，心着炸弹皮啦。是啊，伊本来是一个好奇，讲他外口是伫咧创啥，所以探头出来看啊，想袂到讲全去食着庆记。是啊，若关系这主诶是写讲伊伫送病院了后，过转工就死亡啊。是。啊，因为因父君拢干是合作林外科嘛。哦，对。你知影讲林江嘛是送去遐。啊，当然啦，在即款诶情形之下诶时阵啊，大家无看到老血，抑佫袂生气呢。一个看到老血诶时阵，哇！这台人讲拍死人啊，拍死人啊！无论安怎，一定都要甲凶手掠出来就对诶。守法诶台湾人，再来就尊重性命诶观念，认为讲人命关天，嘛佫一摆中国官员。以统治者的心态来对付台湾人，因拍死人，无认为是有偌严重，嘛因为安尼，228事件已经引起一杯愤怒的火了。